你说什么嘞？我说 fight 嘞，就是糟了的意思。什么事情糟糕了？彤彤姐姐，我的东西不见了啦！Get on your gasa。哦，我说 get on your gasa， 就是那要怎么办的意思。可是东西怎么会不见呢？就是说啊，我也觉得好奇怪耶。某某，请问你什么时候发现你的东西不见的呢？就是刚刚啊。那某某，你什么东西不见了呢？布丁。布丁？对啊，我昨天放了一个布丁在冰箱，结果今天要吃的时候才发现布丁不见了。原来只是布丁不见啊，我还以为发生什么大事了呢。这可是大事耶！还好吧，可能是被小蜜吃掉啦。你有没有问过小蜜呢？Fight 嘞，糟了 ！Fight 嘞，糟了 ！Fight 嘞 ，Fight 嘞！彤彤姐姐，什么是 Fight 嘞？啊，我的布丁也不见了！你的布丁也不见了？对啊，Fight 嘞！我们家该不会有偷布丁的小偷吧？彤彤姐姐，这个布丁会不会是你的啊？怎么会在你那里？我在表演魔术啊！Get on your gasa， 那要怎么办 ？Get on your gasa， 那要怎么办？彤彤姐姐，我的发夹坏掉了。Get on your gasa。还有这个发圈也断掉了。Get on your gasa。默默乖，不要哭不要哭，我来想办法把它修理好，好不好？Fight 嘞 ，Get on your gasa。2句客家话，小朋友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罗亮。